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多謝今日有一支吉他喺度幫助我哋呢個讚美會，就絕對不同。一支吉他啫，但係幫助我哋同埋兒童一齊歌唱嘅時候，可以話我咁多年嚟呢，今日好欣賞我哋嘅讚美，好多謝。我知道鋼琴嘅姊妹係叫 Grace 係嘛？嗰位吉他嘅弟兄係叫做頭先喺度唱聖誕詩嘅時候，就使我諗起而家要講，幾乎係80年前我喺廣州過嘅聖誕。我喺嗰時係喺孤兒院嘅初中讀書，照顧我嗰位弟兄呢，係林獻高弟兄，佢喺隔籬嘅石安堂度，所以我聖誕呢就過去石安堂過聖誕。一個11歲、12歲嘅細佬哥過聖誕，而且第一次喺廣西去到廣州呢，係真係一個大花園嚟嘅。廣州俾我好多嘅用英文講 eye-opening 嘅景象，所以喺石安堂喺林獻高弟兄嘅帶領之下呢，我仲記得非常之高興，所以今日呢同大家一齊咁高興喺呢個地方一齊讚美主，叫我帶我翻去嗰日嘅情形。仲有4日就係聖誕日，當然12月25日係唔係就係耶穌誕生嘅日子呢？歷史家、考古家、神學家都冇辦法證明到底耶穌係喺邊一日出生。但係唔係好重要，因為如果以歷史上已經定咗呢一日呢，我哋就用呢一日嚟紀念佢嘅誕生。但係重要嘅呢，就係我哋點樣嚟紀念佢。因此我就諗起，我在接受今日嘅邀請嘅時候，我當時第一嘅感動就係要點樣好好地嚟迎接主嘅誕生，唔係嗰個日子，而係嗰個內裏邊嘅回應。我哋心情，我哋應當用乜嘢心情？咁我就諗起約翰係耶穌未曾出世之前，比佢早出世大概有半年嘅表哥約翰，佢哋點樣迎接耶穌嘅誕生呢？因此喺呢個紀念主嘅時候，我哋只能夠從耶穌嘅表哥或者係耶穌嘅老友約翰佢嘅出生嚟睇一睇，點樣揾到我揾到3項嘅提醒，點樣嚟好好地迎接耶穌嘅誕生。你哋頭先讀咗一節嘅聖經，其實嗰段嘅聖經呢係請我哋注意，就係76節，路加福音第1章76節至80節，
76節係講孩子啊，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請大家一齊同我一齊讀77，叫他的百姓因罪得救，就知道救恩。我哋注意知道救恩。第78節講咩呢？因我們的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哋。請大家一齊讀79，要照亮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路引到平安的路上。一齊讀埋78。那孩子漸漸長大，心靈強健，住在曠野，直到他顯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呢幾節聖經呢，俾我有3方面嘅提醒。如果要迎接主嘅誕生呢，我哋注意到第76節話俾我哋聽，孩子啊，即係話約翰，你在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可能你要諗下，點解耶穌嚟嘅時候，有一個先知嚟做佢開路嘅先鋒？點解？一個能夠做先知嘅人，原文個先知2個字呢，正正式式就係一個係先，一個係知。先嘅意思呢，就係俾平常人早知道。先知先覺嘅人係好難得嘅。在傳福音嘅道路上，多數嘅傳道人呢，都有一啲先知先覺嘅心情，先知先覺嘅一啲感覺。對於我哋周圍嘅環境呢，唔會好容易接受，更加唔會好容易墮落咗去我哋嘅周嘅環境。但係好可惜，在慶祝聖誕嘅時候，好多人淨係後知後覺，甚至乎太多嘅人，太多美國人係不知不覺。今日我哋最重要被提醒嘅就係，在耶穌基督嚟降生嘅時候嘅先知先覺，係因為佢知道神嘅心意，佢了解神要我哋在紀念主嘅時候應當注意啲乜嘢，唔好跟尾巴，唔好跟人哋，而係要知道神嘅心意，知道神嘅計劃，知道神嘅拯救。因為知係從乜嘢地方嚟呢？唔係生嚟就知道嘅。知學問嘅嘢係要經過追求，經過學習。要以弗所書第1章叫我哋要多知道神，要真知道神，要了解神。換一句話嚟講，要追求得着聖靈嘅同在，得着神俾我哋所要知道嘅嘢。因此，我想問一問你，禱告時候有冇跟住聖經嚟祈禱？有冇？你有冇導讀一路祈禱一路讀聖經？有冇將聖經嘅說話成為你祈禱嘅內容？如果有嘅話呢，你會好容易進入到先知嘅地步。你會了解神在全部聖經裏邊俾你所要知道嘅嘢。你會透過你嘅默想，透過你對聖經你讀一次就得啦，
或者一段啦，甚至一章嘅聖經，或者一卷嘅聖經，你就默想呢一節、呢一句或者呢一個字，俾我知道乜嘢？我有冇了解到呢位偉大嘅神，創造天地嘅主，要我喺呢一段嘅聖經，或者呢一節嘅聖經，呢一句嘅聖經裏邊所要知道嘅係乜嘢？先知係一個好好嘅身份，但係記住，做先知唔係淨係做一個職分，係一個職務。我哋所有嘅信徒呢，都係小先知，都能夠從聖經裏邊可以發掘出上帝俾我哋要知道嘅心意。但係有幾多人真係在對讀經嘅時候知道神嘅心意呢？你有冇默想到好似反照咁回復到神嘅心意裏邊呢？我盼望聖誕提醒你，你以後讀聖經，你要知道神俾你做一個小先知嘅身份，唔係你嘅職責，而係你嘅職務，係你負責。因此讀經唔應當做馬虎嘅事情，讀經應當係做足功課，了解神要你睇到乜嘢，聽到乜嘢啊？讀經係要搵耳仔嚟聽嘅，聽到神透過呢一段嘅聖經。今日如果你係讀詩篇119篇，有幾多人知道詩篇119篇係乜嘢嚟㗎？係乜嘢？係講上帝嘅話。詩篇119篇係將希伯來文22個字母變成22段嘅經文，所以好少人，唔知我哋當中有冇人背得到詩篇119篇？大概15年前，我有一次講道嘅時候，問我喺 New Jersey 一個教會嘅弟兄姊妹們，我話你哋今日有冇人立志要讀要背詩篇119篇？你估有冇人舉手啊？有喎，2個人舉手。有個幾十人嘅教會，得2個人舉手，其中一個係我嘅妻子，我嘅師母。佢果然攞咗1年定係2年嘅時間，每日一節一節咁背。佢背完一節又背第二節，第二節等到第7節嘅時候呢，就冇咁容易啦，因為第7節要背7次嘛，7節啦嘛。佢居然能夠背詩篇119篇。你如果要知神嘅心意，你就要知道聖經係重要嘅信息係乜嘢，係叫你哋要預備心，預備性，你嘅靈性就能夠得着神俾你嘅啟示。因此頭先我哋講知道乜嘢呢？知道約翰喺一個無人之地，喺一個曠野，喺嗰度做乜嘢呢？唔好咁快接，係喺嗰度喺度，你要稱為至高者先知，然後叫佢嘅百姓因罪得救得赦，就知道救恩。我哋都知道信耶穌係要接受救恩，我哋知道信耶穌就係要叫我哋罪得赦，更加知道嘅就係因我哋知罪，我哋得着救恩。各位，
罪係乜嘢？罪係做得不可以見光嘅嘢，係咪？罪係乜嘢呢？罪係做人涉獵到唔應當涉獵嘅嘢，做不應該做嘅嘢。罪係乜嘢？罪聖經最重要嘅就係得罪永生嘅上帝。最重要呢，就係我哋射嗰個目標，我哋做人嘅標準得唔到標準，達唔到上帝俾我哋所要達到嘅。因此，因為我哋做唔到上帝要我哋做嘅嘢，我哋就需要耶穌嘅降誕生，我哋需要悔改。從我哋做人呢，好容易我哋就要諗一諗點樣悔改。因此，約翰在無人之地，在野獸之地，佢呼召城裏邊眾人嚟接受耶穌基督。佢嘅工作唔係完全嘅救恩，佢嘅工作係呼召人嚟到耶穌嘅面前。第一步悔改，係預備人心。因此慶祝聖誕提醒你同提醒我係要悔改。當然你話一個冇信耶穌嘅人需要悔改呢件，我了解，你亦都了解。但係你知道嗎？信咗主好多年嘅人都要悔改。你話我咁好嘅基督徒都要悔改？我做咗70年嘅牧師，我都要悔改？係啊。點解呢？因為我哋有好多應當做嘅嘢，我哋做唔到，我哋達唔到上帝嘅標準。我哋有一本書，個題目好奇怪，嗰本書嘅題目係叫做明明想要，卻不能除去，不能去掉。明明唔想要嘅，但係我哋死都要攏翻落去。呢個係好多時候連我都如此。明明呢，今日係應當早啲起身，但係呢，嗰對眼係撐唔開。明明係知道要好早起身，但係就起唔到。仲有好多時候我哋唔聽話，特別係我呢，時時唔聽我太太嘅話。佢有好多佢睇到嘅嘢，我唔聽，我自己以為自己了不起，高傲、驕傲，係應當悔改嘅。我哋應當在上帝嘅面前，時時都以神為我哋嘅中心。但係我哋通常咧係以自己自高、自大、自滿嚟做中心。仲有我哋好可能唔記得咗聖誕節係紀念耶穌係一個受膏者。有3個中文嘅字，耶穌係彌賽亞，記得嗎？10幾年前喺大陸聖誕節嘅時候，就好多唱歌唱 Messiah， 唔係彌賽亞，受膏者。
但有幾多人真係在聖誕節時候以耶穌基督嘅生平、耶穌基督嘅誕生嚟做我哋嘅默想嘅中心呢？好可能我哋真係要悔改，我哋冇預備心嚟接受佢。因此各位弟兄姊妹，約翰雖然係聖經裏邊有5個約翰，呢個係施洗約翰，佢提醒我哋天國近了，神嘅國近啦，唔係我嘅國近，更加唔係美國近啦。雖然我哋住喺美國，但我哋都知道美國唔係天堂，美國唔係已經離開咗200年前嘅美國，300年前、400年前嘅美國，已經冇再從以前嘅美國呢，好尊重上帝，冇跟住佢哋美國嘅憲章，係聽神嘅話。因此天國近了，要提醒你同我，雖然你同我住在美國，但我哋有一個責任，要提醒美國回返天國嘅路上。傳福音就係將天國嘅福音宣召弟兄姊妹要回復到以上帝為中心嘅地方。雖然喺曠野，而家嘅美國真係一個曠野嘅地方，我哋預告先知先覺，我哋知道係上帝嘅旨意，我哋代替上帝嚟講說話。但係更加重要嘅，我哋自己要聽上帝嘅說話。如果識講唔識聽，人哋撈雙佬學廣東話就識聽唔識講，但係有啲人咧識講就唔識聽。先知先覺嘅人係要了解我哋傳福音嘅人自己要行福音，我哋要清楚知道我哋行在神嘅旨意當中。一個傳福音嘅人係個先知嚟嘅，所以哥林多前書第14章第1節提醒我哋，所着重嘅就係要傳福音，就係要做一個先知先覺嘅人。因此各位弟兄姊妹，我哋亦都需要悔改。我需要悔改，我相信你亦都需要悔改。悔改仲有一個好重要嘅理由，請大家再睇一句，因為救恩係主嘅道路，耶穌係預備我哋到天堂嘅，到天嘅道路。如果我哋唔對付罪，我哋冇辦法脫離神嘅審判。所以施洗約翰佢講神嘅審判，佢點講法呢？佢話我嚟係講俾你哋聽，耶穌嚟呢係用水同你哋施洗，但係有一日天父要用火嚟提你，同聖靈同你哋施洗。聖靈施洗呢，我哋都知道，聖靈感動我哋，在我哋心中叫我哋成為聖潔嘅人，我哋都能夠記住上帝俾我哋嘅感動，俾我哋嘅改進，俾我哋嘅改正。但係有一日神要用火嚟施洗嘅時候，就係審判啦。當嗰日火要嚟到嘅時候，冇人能夠避免得到。今次香港嘅鴻福樓嗰幾座樓燒死傷咗千幾人，說明咗如果有一日神同樣嘅要用火嚟審判嘅時候，你喺
喺度瞓覺啫，突然間火就將你消滅，係一個好悲慘嘅一件事情。神嘅救恩就係話我哋聽，我哋能夠逃脫呢個火的審判，亦因為十字架。當我哋接受咗十字架嘅救恩嘅時候，我哋就脫離咗世界上神要我哋要經過嘅滅亡。我希望你唔會忘記約翰3章16節，係嘛？可唔可以同我一齊背啊？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乜嘢話？永生。有一個教會佢個招牌反得永生，永生兩個字呢，唔見咗一點同唔見咗一畫，就反得水牛。有一日佢哋嘅風吹咗佢嘅教會，反得水牛。結果呢，好多人要嚟教會嚟信耶穌，因為佢信耶穌可得水牛。重要嘅係我哋可以得着永生。因此各位弟兄姊妹，我哋所要着重嘅第一個重要嘅因素就係你同我都要悔改。但係第二個因素係乜嘢呢？第二個因素就係話我哋好似約翰咁，佢做先鋒，佢自己話明咗，我唔係嗰個救主，我唔能夠預備救恩俾你，我唔係拯救你哋嘅人。嗰個拯救你哋嘅人呢，我連同佢解鞋帶都不配，因為我不過係一個先鋒。主要第78節、79節講咩呢？佢話因我哋嘅神憐憫嘅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哋，係上帝嘅恩典，係上帝嘅慈愛，係上帝嘅對我哋嘅關懷。佢嘅救恩唔係我不過係一個信差，我係對遞信俾你嘅人，我唔係嗰封信。因此呢個係福音嘅信息。頭先你哋嘅周刊上面話，你哋嘅李長老同黎牧師要去到遠方傳福音，我估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但係佢哋去傳嘅唔係佢哋嘅福音，係上帝嘅福音，係上帝嘅心腸，上帝嘅憐憫，上帝嘅恩典。因此我哋傳嘅福音話俾我哋聽，好寶貝嘅福音。福音之所以寶貝，係因為佢比生命，比你條命都仲要寶貝。根據詩篇63篇有首詩第1節話，主嘅慈愛係比生命更寶貴。所以在十字架上，主耶穌嘅生命做咗贖罪祭，一個冇罪嘅人贖咗我哋嘅罪，係因為上帝有慈愛。紀念主嘅重要一個提醒就係，我哋點燈或者屋企有燈光嘅時候，係引見主耶穌嘅救恩。人有罪不能夠見到神，但係上帝透過耶穌叫我哋能夠見到真光，能夠見到神嘅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哋中間，充充滿滿嘅有恩典，有
仲有咩啊？真理係嗎？真光係帶俾我哋神嘅恩典，亦都帶俾我哋神嘅真理。我哋見過佢嘅榮光，亦都係神獨生子嘅榮光。今日大陸嘅教會係受咗極大嘅逼迫，因為佢哋亦都係傳福音嘅時候，佢哋遭受咗好大嘅困難。就我所知，淨係喺北京嘅石安教會呢個好蒙福嘅教會，就幾個月前突然間受公安嘅通緝，結果呢，教會裏邊高層嘅所有嘅傳道人、長老20幾人都被運起身上嚟，但係神俾佢哋預備咗一個佢哋老早就預備嘅傳道人，佢喺Illinois 州嘅 Wheaton College 就係芝加哥附近，而家叫Wheaton University， 喺嗰度讀神學，讀緊博士，所以佢哋捉咗佢哋20幾人去咗之後呢，教會冇辦法唔請呢位呢位同工喺呢個大學度輟學，翻到去北京主持翻呢個教會嘅事工。點解呢？就因為佢喺嗰個地方仍然係遵守神俾佢考察佢話語，追求更了解神話語嘅，得着神真光嘅一位傳道人。所以第二個好重要嘅使命就係我哋要記住，我哋要介紹耶穌基督嘅真光。當一個教會、一個團體或者一個信徒睇清楚教會嘅重點喺邊度嘅時候，我哋就要注意到神係教會嘅中心，唔係公安，唔係國家嘅政策，乃係神就在掌權。可能你讀過耶穌在曠野用5餅2魚餵飽5000人以上嘅人。喺呢件事上，4本福音書都記載5餅2魚餵飽5000人。喺呢段經文裏邊呢，提醒我一件好重要嘅事，就係耶穌呼召門徒，你哋俾佢哋食啦。耶穌唔係話佢唔係冇辦法施行神蹟，而係佢要信徒在同佢同工嘅事上，亦都要盡思想去尋求，去揾辦法嚟解決佢哋幾千人喺度聽佢講道所產生嘅飢餓嘅問題。點解呢？約翰第6章話俾我哋聽，耶穌話你哋俾佢哋食啦。結果佢哋第一個反應就話我哋冇錢，就算我哋有20兩銀子，好大嘅數字，都冇辦法解決呢個5000人食飯嘅問題。所以就約翰第6章嗰度，耶穌知道佢哋嘅問題，佢哋嘅問題係睇到困難，就睇唔到困難所應當除去困難嘅主在佢哋當中。所以耶穌再一次提醒佢哋話，我哋有5餅2魚啫，
耶穌話：你去睇睇啦，你們去看看，要有眼光。換一句話嚟講，我哋要引進耶穌嘅光嘅時候，我哋要打開我哋眼睛，我哋睇見佢好過清晨嘅日光。好可能你在東灣咧，你哋嘅日光都相當好嘅。我都記得我在華南嘅時候，朝頭早嘅日光能夠帶好好嘅溫暖，而唔會燒黑你嘅皮膚嘅。清晨嘅日光係溫暖，係有功效，係能夠醫治嘅。所以約翰提醒我哋要打開眼睛，要引見神嘅真光，因為主要我哋睇到佢掌管一切，佢掌管我哋嘅困難，佢亦都掌管我哋所需要嘅所需要一切嘅資源喺神嘅手中，絕對係在紀念聖誕嘅時候，要打開我哋眼光，我哋要了解主嘅心意。仲有第三個因素呢，做主嘅先鋒或者係先知，我哋要知道我哋有神嘅同在。好顯然嘅，呢度提醒我哋話，第80節，那孩子漸漸長大，心靈壯健強健，住在曠野，直到他顯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即係話佢公開之前呢，佢一直住喺曠野度。喺呢度我想請大家注意，頭先我哋一節開始嘅時候所讀嘅經文就講那孩子長大，呢度呢又講那孩子漸漸長大。點解一開始又講孩子，結束嘅時候又講孩子呢？好重要嘅一個提醒就係聖誕節，亦都提醒我哋需要長大。唔好幾十年嚟呢都係做幼稚園嘅孩子，唔好幾十年嚟呢都仲係使喺神嘅聖經嘅裏邊都係一個小學生，唔係個中學生，唔係一個大學生。當然我唔係講話我哋冇入過大學嘅人就唔配做主嘅門徒，唔係，係你在上帝嘅聖言裏邊，你如果仍然係在你信主嘅嗰一個階段，咁就非常之可惜。我哋要漸漸嘅長大，呢個孩子要有一個能夠經驗得起，接受到鍛煉，好似耶穌出嚟傳福音嘅時候，撒旦3次嘅試探佢，但係佢都係每一次都能夠用神嘅話語擋住呢個試探。我希望聖誕節提醒你，亦都提醒我哋會經過磨練，經過試煉，經過困難，但係呢啲磨練係不過叫我哋要離開小孩子嘅地步。前幾個禮拜，當你哋開始查考馬太福音嘅時候，你哋嘅傳道Robin 嗰日講馬太福音第1章，講介紹到耶穌，佢係邊個？
就叫我哋在回應嘅時候要顯明耶穌，叫我哋要預備耶穌，叫我哋要接受差遣去傳揚耶穌，亦都叫我哋要停落嚟，就睇到神喺呢個地方，叫我哋記錄落嚟，要見到神嘅信實，叫我哋要活出來，即係要我哋有實實在在嘅呈現到神在我哋生命當中。當時我就諗起，今日如果神叫你要活出在神嘅手中，你有冇咁嘅決定？抑或係你冇呢個第三個要素，冇神嘅同在？最近影響美國人好大嘅一個後生仔，一個31歲嘅後生仔，你哋可能都聽過呢個故事。佢嘅名叫做柯克，英文叫 Kirk， 佢姓 Kirk，K-I-R-K， Kirk， 佢嘅全名係 Charles Kirk， 31歲，結果佢喺 Utah 演講嘅時候，俾人哋一槍就打死咗。結果真係耶穌喺約翰福音12章講話，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下死了，就仍然係一粒；但係佢落在地下，佢死了就能夠結出好多果子嚟。嗰個係今年嘅9月，佢在演講嘅時候，俾人一槍啫就打死咗。當然佢嘅妻子呢非常之痛苦，同啲細路哥，因為佢31歲嘅細路哥好細，佢就非常悲傷當中，能夠喺法庭上話，我赦免呢個打死我丈夫親愛的丈夫嘅柯克。佢講乜嘢呢？佢係叫人要回復到美國建國嘅時候嘅基本，要照聖經嚟做事，叫美國人唔好受着資本主義嘅影響，更加唔好做呢個人本主義嘅行為。佢亦都責備美國人嘅享樂主義、相對主義，因為美國人絕對唔再相信真神，相信神嘅時候就係有絕對嘅跟隨。佢話因為美國人着重享樂、舒服，着重人強人權，呢啲先至就係美國真正嘅危機，唔係美國嘅敵人中國，亦都係美國人嘅軍事嘅問題或者政治嘅問題，乃係信仰嘅問題。原主保守，因為佢雖然佢一個人，不過佢因為佢31歲啫，因為佢保持聖經俾佢嘅真理，佢見到真光，佢接受上帝俾佢嘅感動，佢亦都成咗美國嘅一個民族嘅英雄。我盼望今日我哋見到預備迎接要嚟嘅聖誕嘅時候，求主叫你同我都能夠活出嚟，將神嘅說話真理在你嘅身上，在我嘅身上能夠行出嚟，唔係淨係得個講字，係有一個實實在在嘅跟隨，顯明耶穌，預備耶穌，更加接受差遣行出嚟。因為紀念
耶穌基督誕生，不但係要悔改，不但係引進主光，更加要行出上帝嘅真理。願主保守，要我哋在諗到施洗約翰嘅時候，亦都諗到呢幾方面嘅真理，跟隨佢行。讓我哋低頭祈禱。天父，今日在呢個高興嘅日子，在你嘅家中，我哋見到粵語堂咁多嘅弟兄姊妹，在迎接你嘅誕生。求主你叫我哋能夠在你恩典裏邊學習點樣悔改、修改，更加能夠進入到傳揚你嘅真光，行出你嘅道理嚟。願主你叫我哋活出耶穌基督，不但係能夠為主而活，亦都能夠願意為主而死，討你嘅喜悅。願伯利恆嘅信息在今日傳到我哋每個人嘅心裏邊。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